来关心国际消息，南非的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19暗时发生爆炸意外。这爆炸地点是4线的大条车道，所以唔但路崩起，车嘛变起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48个人受伤。那爆炸原因要搁咧调查。 对现场的监视器画面看到，这条车流量不正大的车路路边突然间发生爆炸，车辆被炸飞几多公尺远，民众惊甲赶紧逃走。南非的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，这条4线的车道19暗上下班时间，唔知为什么发生爆炸。 I think it was past 5 lapho kuyoshawa past sizwa explosion nje boom. Kuthi kuyenzakalani asazi sibona imoto zindizi ziyawa like disaster nje kumoshakele yonke into nje nento nje explodile between 上下班时间，这条路有真侪水大巴士伫咧行，路的两边有真侪悬楼的建筑物，包括店面甲徛街。当局伫咧爆炸现场搜救，找到一具男性的尸体。这件意外造成1死48伤，现场有人讲爆炸了有闻到化学药品的味。 ukuthi at least babheke ukuthi kwenzakeleni yini ekhoze lento le kwenzakeleni yini ekhoze into le kwenzakala kaso ilusizo esilucelayo kakhulu oluphuthumayo kuyathusa lokho kuyathusa and sinengane encane 伫这个月初，约翰尼斯堡高区的贫民区也发生过一件有毒气体外漏的事件，造成17个人死亡。当地官员认为，可能甲非法采矿的活动有关系。这件爆炸，当局一开始就怀疑是地下天然气管线外漏，不过供应商讲天然气拢无停来，所以爆炸的原因也搁会调查。公司新闻张伟林、张建光编辑。